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这个抢匪好利大胆，骑乌多摆到夜市啊，看人咧食物件，皮包啊放伫咧边仔椅仔顶，是甲皮包啊抢咧走。先到左营的庆丰夜市啊去抢，半点钟后换到六合夜市继续来抢。警方调监视器，以车牌号来捉人，无到2点钟就掠到人了。拿了，走了。对，就是这一辆。用餐的人客拢惊到，因为有一台机车伫高雄六合夜市啊，抢劫2位印尼籍女子放伫椅仔顶的包包。查甫的抢应该是查甫啦，之前专门啊骑倒摆抢来就走，啊因就一直。店家讲，犯案的男子穿乌衫乌裤，骑蓝色重机车，警方判断这甲半点钟前左营庆丰夜市抢夺案的男子是同一个人。他是骑摩托车啊。所以是我们这边的客人在吃东西，他把它拿走，被人抢了。当时嘛是2名女子用餐的是将皮包放伫椅仔顶，两件抢案这犯案的模式弹弓共款。警方调阅监视器，用车掠人，2点钟后就掠到抢劫包包嫌犯。有关这个第一件这个被害人的部分，他有损失现金2000块钱高雄2个有名夜市啊，一夜之间连续找着游客被抢，这嘛有摊商苦笑，拢也要发大财，抢案就安尼一件过一件。